你嘅小朋友有冇坐唔定、好難集中、記性差或者控制唔到自己行為嘅問題呢？呢款 Tanchi 日本聰明豆係由日本百年藥廠研發同埋製造，專為腦部健康設計嘅營養補充品。佢嘅關鍵成分包括磷脂酰絲胺酸，係腦細胞膜嘅重要成分，幫腦細胞連結得更加好，提升記憶力同埋專注力之餘，仲可以減壓、喚醒大腦活力。優質嘅 DHA 同埋 EPA 可以促進腦部發育，幫助調節神經遞質，例如多巴胺同埋血清素。內含嘅合桃提取物、鋅、鐵、葉黃素同埋維他命 B 雜可以支持腦細胞嘅健康，仲有減少炎症嘅功效。日本臨床驗證顯示，服用4星期就見到效果，連續食用3個月，效果會更加明顯。佢有效提升專注力、記憶力同埋創造力，仲可以明顯減少情緒波動。佢幫助解決 ADHD 或者懷疑 ADHD 人士嘅專注力問題。產品全天然配方，非藥性，絕無副作用，一家大細都啱用。想你嘅小朋友上堂更專心，學習冇咁辛苦，支持腦部發育，加強邏輯推理同埋創造力，仲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有自信。立即試下我哋嘅 Tanchi 日本聰明豆啦！佢係一粒迷你嘅魚油丸，用水吞服都唔會有腥味同埋苦味，小朋友好容易食。產品而家喺 City Super 同埋龍豐摩有售，記住啊，官網同埋門市仲有獨家優惠添啊！